大家好，歡迎又翻到嚟賽馬投資頻道。咁啊，聽日星期三咧，法律局咧有9場賽事㗎。咁啊，先講翻上一期嘅沙田賽事啦。我哋嗰個付費頻道咧，咁嗰日咧就提供嗰個職場範圍馬咧，嗰個成績都唔錯㗎。咁啊，嗰日提供咗8場賽事嘅。咁啊，有4條嘅 Q 啦，咁啊2條嘅單 T，一條4連環。咁另外咧就中咗9條嘅位置 Q 㗎。咁呢場咧就第2場就已經中 QT 嘅啦。咁啊頭馬嗰隻咧就超拍檔啦，周俊樂嘅。跑第2咧隻阿潘頓嗰隻加州勇勝。另外咧跑第3嗰隻窮醫醒目㗎。咁呢場咧中咗 QT 嘅。咁啊第4場咧就中唔到正 Q 啦。咁啊中一條位置 Q 嘅啫。咁啊中間俾隻1號嘅展鴻威咧就篤爆咗條 Q 㗎。咁啊手機標勁啦，咁亦都喺 YouTube 推介俾大家㗎。咁啊跑過第3。咁另外咧頭馬呢隻冷門奇異歡聲咧順利贏咗㗎。咁啊中咗一條位置 Q 嘅啫呢場啊。咁呢場咧我有個會員咧就嗰日開 Zoom 咧都有提及到咧就因為我提及到即係呢場冷門咧有機會係1號同埋11號啦，即係展鴻威同埋隻奇異歡聲。咁咧佢就投注咗呢場嘅連贏位置 Q 咧，揸住隻11號奇異歡聲。咁啊拖咗大概係7隻馬啦嚇，連贏位置 Q 嘅。100蚊注咧就落住咗1400蚊，咁啊收咗26000幾蚊嘅。咁啊呢度咧都多謝我喺 Zoom 度提供啦嗰個展鴻威同埋奇異歡聲㗎啦。咁我係拖中呢條 Q 同位置 Q 啊。咁啊就收咗2條位置 Q 一條正 Q 啊，因為手機標勁跑第3㗎。咁去第5場啦，咁呢場中咗一條 Q 啦嚇，4號燒人生同埋6號咧標誌浩航咧就穿咗條 Q 嘅。咁啊鼓浪好友啦，放到最後直路咧就少腳軟啦，就俾阿潘頓嗰隻龍傲玲瓏咧就搶咗個第3嘅啫。如果唔係咧，嗰日咧我都中晒3關嘅位置 Q 過關㗎啦。咁啊去到第10場啦，呢場中咗條好分啲嘅 Q 啦嚇，君子傳承。同埋呢隻火焰閃爍啊，咁條 Q 都算有少少超賠啦，我覺得啊，700幾蚊嗰條 Q 啊，咁啊第3嗰隻就揀唔到啦嚇，佢就發財先鋒。咁就去到尾場啦，咁呢場咧就 QT 4連環都中晒㗎啦。咁啊頭馬嗰隻咧就會當嚟啦，咁啊繼續數 win 啊。咁另外就至尊高超咁啊穿咗條好熱嘅 Q。咁另外第3嗰隻就4號陸續無限啦，第4嗰隻得道後王啊，咁啊即係連贏位 QT 中晒呢場。咁佢咧小弟都係繼續買翻啲位置 Q 過關啊，咁啊3400。咁頭先講咧就第5場咧就係斷咗，就係即係嗰隻鼓浪好友啦。咁啊僅輸咗係4嘅啫。咁啊用燒人生做膽我哋都嚇，咁啊鼓浪好友啦、遨遊波士同埋豐功偉績。咁啊第4場中㗎啦，手機標勁搭嗰隻奇異歡聲啊，咁啊另外咧就尾場都中，第8場都中㗎啦，富裕西勁多增強啊，咁啊呢條都算幾好分㗎，增強20幾倍。咁啊第5場就爭少少啦，咁我哋都提供即係 YouTube 咧都提供嗰2隻咧，我都揸翻做膽㗎，手機標勁啦同埋超人生。咁呢啲馬咧亦都係我喺呢個實力排序馬咧提供即係俾啲會員嘅。咁啊一般我都講㗎啦，我哋提供嗰啲咧都會照跟翻買嘅。咁呢個咧就我哋實力排序馬啦。咁你見到我哋喺第2場都中咗條4連環㗎啦，加州勇勝啦、紅衣醒目啦、開心果啦、超拍檔啦嚇，咁啊個5隻咧中咗條4連環㗎啦。咁你見第4場咧，我哋都係行呢個手機標勁行頭嘅，同埋呢個第5場咧燒人生行頭㗎嚇。咁就都係跟翻啲排序馬咧，我哋去買翻啲過下關啦嚇。咁上一次 YouTube 咧，咁我都講今次 YouTube 咧，大家研究下呢條跑道啊嚇。咁首先咧就聽日法律局嘅跑道咧都採用呢個 C 轉 C+3 跑道嘅一條好窄嘅跑道啊，因為咧就條欄咧就外移咗出邊嘅，咁變咗咧就轉彎直路個彎位咧就會即係比較闊啲大啲啊。咁同埋條跑道咧喺直路咧都會窄好多㗎啦，因為移咗入去入邊啊，C 跑道係一條ABC 跑道嚟講咧係一條最窄嘅跑道嘅。咁通常呢條跑道咧，即係都係利一啲即係跟前邊咧首位或者放頭馬都着數少少嘅。咁加上咧就法律局嘅跑道咧同沙田咧有少少唔同啦。沙田嘅跑道咧就好平坦，同埋咧就冇咁多上山落坡啊嗰啲
情況嘅。咁啊，快活谷就即係一條鑊形嘅設計啦。咁啊，入邊內欄咧就低，咁啊外檔咧就越嚟越高咁斜上去嘅，好似鑊咁㗎。咁所以咧就騎師咧就入直路之後咧轉完個彎之後咧都要攞翻個平衡咧先可以大力咧催策隻馬向前㗎。咁同沙田直路咧有少少唔同嘅咁啊跑法。咁啊好多時咧就快活谷啲馬更加難揀嘅咁嘅原因啦嚇，因為咧好多時咧即係啲馬咧走錯位啊，或者係個步速咧唔啱嗰時咧，就好多時咧就影都冇埋嘅。即是如果講兩個馬場嘅比較咧嚇，快活谷嘅馬場咧仲更加要着重嗰個賽事形勢多啲㗎，因為咧就一來咧就即係上彎啊轉彎又多啲啦嚇，咁啊快活谷舉個例1200米咁啊要轉兩個彎，咁啊沙田啊轉一個彎，咁所以咧就快活谷嗰個步速形勢啊，咁啊整場嘅賽事咧騎師嘅走位咧都好緊要㗎，影響個賽果啊直接嚇。咁聽日嗰條跑道咧，都頭先講咗啦，適宜啲即係守住喺前邊嘅位置嘅馬匹會着數少少㗎。咁啊當然啦，我哋都係以一個正常嘅步速去計啦嚇。咁一個正常，如果偏慢嘅步速咧，咁啊仲更加利一啲擺前面首位嘅馬喺呢條跑道裏邊啊。咁啊先講翻沙田嗰個賽事先啦。沙田咧就啱啱沙田1200嗰個賽事咧有幾場嘅賽事咧都有個慢步速咧，嗰啲頭馬咧翻到嚟嘅。首先咧就嗱4、7、8場次啦，第4場同第8場咧，好明顯就係啲放頭馬咧佔盡優勢嘅。咁你睇4、7、8場次啦，咁我哋做咗一啲即係段速啊分析啊，咁你見到第7呢場咧，咁啊頭馬就係旗幟歡聲啦，佢係守住喺啲3至5位入直路咧就透出贏㗎。咁啊展鴻威亦都係賺盡形勢嘅，咁啊一7檔埋咗嚟之後，一路及馬個步速。咁你見咧呢啲馬咧就頭兩段咧就偏慢㗎。你14隻馬裏邊咧，其實你見咧得1、2隻馬咧中段咧快過標準時間嘅啫。咁啊，譬如進希望啊嗰啲啊，咁啊競進傳奇啊，咁日出沙頭嗰啲，咁但係全部咧第一段咧都係比標準時間慢㗎。第二段只有一兩匹馬咧比個標準時間快嘅。咁啊第三段咧大家鬥爆嗰400米，咁當然啦就前面啲馬咧全部都佔優嘅。你見下頭3名嘅馬咧都係守住喺啲1、2、3位㗎嚇，咁翻嚟。所以跑馬點解一定要即係要知道嗰場嘅賽事嘅形勢就咁解啦。咁啊慢步速咧個結果同快步速結果係完全兩碼事嘅。就睇到一場啦，巴基之勝亦都係賺咗個步速形勢㗎，482場次。咁你見佢咧，佢雖然排12檔，因為內欄咧嗰兩隻馬咧就唔放，即係包括咧扶熱世勁啦，同埋嗰隻巴閉王啦。咁啊預計呢兩隻馬會喺前面咧放啦，但佢又唔放，咁啊留咗個位咧俾阿巴基之勝啦，奧爾為咧外檔 cut 埋嚟咧，一 cut 咗埋嚟之後咧，咁啊佢又撳埋個步速啦。你見佢咧大部分嘅馬嚇，即係11匹馬出賽，11匹馬頭兩段咧，即係800米咧，都係比標準時間慢㗎。大家就係鬥嗰個最後嗰400米嘅。咁當然咧又係啲前面令即係個馬佔優啦嚇，包括咧就扶搖西徑同埋巴基之勝。咁啊兩隻馬咧就翻咗嚟穿咗條 Q 啦。咁啊唯一一隻改變名次嘅話就呢隻增強啊。咁啊今季初次上陣咧喺第9位衝咗上。咁呢場咧而家證明咗呢隻增強咧喺呢班咧個實力都幾強下㗎。唯一一隻馬咧喺慢步速咧喺後邊咧衝咗上嚟啊。咁你見末段咧做緊21秒9㗎，好快㗎，1200嚟講啊。咁所以咧就佢跑到第3啊。咁啊所以跑馬咧咁啊，如果你要預知到個場嘅形勢咧，個步速快定慢咧，咁啊對你揀馬咧就好大幫助㗎。所以佢有睇我頻道咧，都知道我本身咧我就唔係好去 buy 呢個場地偏差㗎，即係外檔或者內檔有利。我主要係睇一個步速嘅啫嚇。咁步速偏慢嘅，當然咧就啲前領馬或者手好嘅馬會着數啲。如果前面扯得快嘅咧，咁當然咧後上馬可以冚到上嚟。咁我就比較 buy 呢一套嘅理論多啲嘅。咁啊，所以咧如果大家有興趣咧，咁啊都可以大家研究一啲步速啦。你主要掌握到嗰場嘅賽事步速形勢咧，咁當然啦對你揀馬咧就好大幫助嘅。咁我呢個段速表咧就可以幫到大家咧，可以更加了解到嗰場嘅形勢。咁啊上一期都有講過㗎啦嚇，咁今次咧再講一講啦。咁假設咧我哋睇第二場啦，第二場呢場咧就係一個4班千二啦。咁啊如果你想了解下呢場究竟有啲
即係前領馬放得快唔快咧？咁其實都可以咧，可以喺呢個表裏邊咧幫到大家嘅。咁首先咧就我哋呢場千二啦，當然我哋先揀翻千二嘅路程啦，睇睇啦。咁啊草地啦，冇泥地又唔好睇啦。咁啊田草千二同埋谷草千二，咁你撳咗之後咧，佢就會甄選咗呢扎馬咧，即係呢扎出賽馬咧。咁啊近期咧喺千二㗎啦。嗰個段速表出咗嚟㗎啦，咁啊首先咧就撳一撳呢度啦，第一段啦嚇，邊隻馬會快啲咧？咁你喺呢度撳由細到大梳一梳出嚟，咁你見到啦啊，咁啊快咧就係呢隻千杯啦嚇，佢頭段用緊23秒39，另一次賽事咧亦用緊23秒42㗎嚇，咁啊都係排咗喺即係呢一組嘅馬裏邊咧最快嗰隻馬。咁另外咧東方魅影咧都會快㗎嚇，23秒54同埋23秒65啊，試過兩次賽事，咁啊即係話放頭馬或者係跟前面嘅馬咧，都係呢兩匹會比較快少少。咁百里王咧都曾經會快過㗎嚇，咁啊喺做緊23秒82，咁一路數落去啦，魅力星啦嚇，咁啊另外南區王呢啲啊，咁呢啲着咗紅色字嘅話咧，啊第一段之後佢比馬會嘅5班嘅標準時間為快㗎，咁啊頭段咧馬會嘅5班係23秒7，咁所以呢幾隻馬咧基本上都快咗。呢個頭段咧大概2至3線度啊，咁所以呢啲馬咧就會比較快。咁啊當然啦，你都要睇埋呢啲馬咧近期嗰個 form 點啦嚇，咁啊同埋咧佢排緊咩檔位啦，會唔會搶啦嚇？咁啊一般咧呢啲短途馬如果排喺外檔咧，佢都會搶㗎啦嚇，因為咧佢冇咩殺着咧，咁啊都如果你唔搶，基本上輸緊咁滯㗎啦。咁所以咧，如果呢啲馬排喺外檔咧，咁啊好多時都會搶埋嚟。咁搶埋嚟咧，會唔會？即係引致一個中等偏快嘅捕捉咧，亦都有可能性㗎。咁當然啦，咁啊上一個禮拜咁啊巴基之星就例外啦，因為前面即係入邊嗰兩隻馬佢唔放，咁好輕易咧12檔咧就 cut 咗埋嚟咧，就撳下捕捉啦。咁所以咧都要了解下整場嘅賽事形勢啦，佢分析下，咁嗰場咧會產生一個中等捕捉啊、中等偏快啊，或者中等偏慢嘅捕捉。咁啊，從而咧你喺呢啲紮馬裏邊咧去挑選你啲嘅選馬組合啦，咁啊幫咗大家咧可以更加咧投注嘅時咧更加得心應手。咁有興趣咧參加我哋呢個全年嘅數據庫計劃咧，咁我哋仲係招生緊會員㗎。咁啊1年嘅費用咧係1200蚊，無論你邊個月入咧都至到明年嗰月為止㗎。咁啊包括晒我哋所有服務㗎啦。咁啊職場範圍馬啦，咁啊賽前嘅實力馬啦，同埋呢個賽馬資料庫，咁啊裏邊咧有好多數據咧俾大家參考下嘅。有興趣咧可以加 WhatsApp 電話係90324808。咁啊，繼續講咧，聽日星期三嘅法國杯賽事啦嚇，咁啊就都係揀兩匹win play 啦，俾大家參考下。咁啊上一期咧就一係第二、第三嘅啫，咁啊運氣麻麻地嚇。咁啊今次咧就揀咗第二場㗎，呢場咧有5班嘅千二啊，咁啊出馬都係滿額㗎啦，12匹。咁就熒光幕咧，而家見到暫時有賠咧，大滿啊潘頓嗰隻係銳一，咁啊今次咧就田太安翻唔到嚟啦，咁所以換咗個潘頓上去，咁啊。貴福特嘅馬嚇，咁啊以前咧隸屬呢隻馬隸屬啦，容天鵬嘅，咁啊而家咧3.4倍啦，咁有啲飛包括咧就千杯啦8.2倍，百里王咧飛10倍，智旺財都有飛嘅話，咁啊縮落嚟啲千二啊7.5倍，咁另外咧東方魅影5.7倍，咁啊上一次咧都係有潘頓騎啦，東方魅影，咁今次咧就換咗周俊樂上去。咁啊，第二場咧，馬會預計嘅步速係中等嘅，呢隻告仔嘅千杯咧都會排一檔咧，好順利咧埋咗欄㗎啦，放㗎啦嚇。咁啊上一場咧就一落班啊走去跑呢個較短嘅1000，咁啊放唔出啦，輸咗啦嚇。今次就換翻個鍾盈禮啦，徒弟仔上一次就幾人安嘅。咁啊預計都會擺喺前邊㗎啦，因為上一次咧佢前一次喺4班咧千二咧都放咗翻嚟跑咗第三嘅。咁啊5班咁啊究竟係咪可以再？即係繼續喺前面放翻嚟，一放到底啦。咁呢條跑道咧當然都就呢啲馬嘅私家山跑道。咁另外咧就魅力星啊、東方魅影啊、南區王都會跟前嘅。咁呢場馬咧我就推介潘頓呢隻銳一嚇。咁啊今次換到潘頓排咗個5檔起步。咁啊馬會預計咧佢會受喺呢個位置㗎，中後游嘅。咁其實呢個位置咧就對佢唔係咁有利嘅啫。咁但係未必一定㗎。咁啊有時咧潘頓咧騎馬咧。佢會咧就擺喺較前嘅位置都唔定㗎，5檔起步啊，咁未必一定縮喺後邊嘅。咁反而咧會預計銳一咧會喺呢啲位啊，咪日中越贊呢啲位，或者甚至乎咧會喺東方魅影呢啲位㗎。因為前邊嗰啲1、2檔嘅馬都係快嘅，包括咧就嗰隻千杯啦，咁同埋2檔嘅南區王都會快嘅，佢又排咗個5檔，咁好大機會咧，可能嗰啲馬出咗嚟之後咧，咁佢好順利啲埋咗欄咧。
咁啊即係阿潘頓嘅手法咧都會跟前啲嘅，唔會咁留咁後㗎。咁隻銳一咧，以往喺4班咧用天文馬房嗰時咧都可以近同埋上名啊。咁啊，如果落咗5班，轉咗呢個貴福特咧都未交代。咁啊，近2次咧都係集中跑呢個1000啦。咁啊，包括咧就泥地嘅1000同埋沙田1000啦。泥地1000嗰鋪咧就跑過第2，好後衝上嚟㗎。咁啊由第10位咁衝上嚟。咁啊，你見佢咧就泥地嗰場咧個時間都唔錯㗎。咁啊，最尾2段咧都着咗紅色字，咁跟住再跑呢個沙田1002啦，亦都係咧就22秒13、22秒81㗎，咁啊一般即係都喺5班嚟講咧，呢啲咁嘅分段時間咧夠用嘅。當然啦，呢隻馬咧即係前足就唔係咁快，咁所以今次換咗潘頓咧，睇下有冇機會咧就騎嘅頭段咧跟前少少咧，守住喺啲5、6位入直路咧可以爆上嚟啦。咁啊，始終呢隻馬嗰個 class 咧，我覺得咧佢會高少少㗎。同埋睇主理人咧，都好似有心喺谷草之二搏嘅，因為較早前咧佢喺466場次咧都曾經報過快活谷1200米嘅，但係後備報得上，咁所以咧今次就攞咗個出賽權，休息出賽權咧就換咗潘頓上去，咁啊所以咧鬥志方面咧，我覺得都好明顯㗎啦嚇，咁啊集中跑呢個1200，咁啊揀呢隻啦，咁佢唔係好熱嘅熱門啦嚇，咁雖然大門，但係都有3倍幾啊，咁啊揀呢匹。銳一俾大家參考啦，可以買一啲 win play 過下關嚇。咁第2匹嘅推介馬咧，我揀第6場嘅，呢場亦都係1200啊，不過3班。咁啊呢場馬咧就首先咧就過嚟睇睇呢個步速形勢先啦。第6場啊，出馬唔係多10匹嘅啫。咁啊呢場馬預計咧就會中等步速，咁啊一般放頭嘅馬呢隻費倫霸咧會照繼續咧就擺喺前面放啦。佢又排咗個6檔啊，今次換咗個巴道上去。咁啊，小心呢隻馬咧，因為佢都有個喘鳴嘅底㗎。咁啊，放頭咁，另外川河洞區啊，今次亦都係咁嘅跑法㗎啦，會跟前㗎啦。咁啊，上一場咧就跑咗第2啊，原裝配搭，中意嘅禮再嚟。另外人和嘉興啦，咁啊本身有速度㗎啦，咁啊班底高啲，咁啊排咗3檔，咁啊咩135磅頂磅都會跟前㗎啦。咁啊，所以呢場咧正常嘅步速應該有㗎。咁啊，再過呢邊冇摸而家賠率啦嚇，大滿係川河洞區4.2倍。成數表6倍，咁啊浪漫鬥士呢個初出馬咧，沈澤成㗎，咁啊即係馬王嘅同主馬啦，應該係浪漫係8倍，咁另外咧東來欣賞4.7倍，飛輪霸7.3倍啊，咁呢場咧我推介呢隻東來欣賞，咁啊上班啊，咁啊仍然周俊樂騎，咁啊今季呢隻馬5歲，照計咧就應該都係大熟大勇㗎啦，今季啊，咁啊呢隻馬咧就揀原因啦，第一咁啊上一次贏咧都幾出色下嘅，咁啊升班咁雖然咧面對一啲強手啦，咁但係啲強手都係孭重磅啊，咁啊人和嘉興135磅，川河洞佢129磅，咁啊成數表131磅，咁佢孭121磅咧，其他馬都會讓佢成10磅8磅嘅，咁啊上班，咁啊近期個 form 亦都唔差，咁啊排1檔，咁啊頭先睇啦，起碼都有幾匹馬咧都會同一個跑法就跟喺前邊嘅，咁包括1號啦。人和嘉興啦、川河洞區啦，咁啊飛輪霸呢啲實力馬咧都會即係擺喺前邊嘅。咁佢唯一咧就可以即係可以鬥一段嘅馬咧，亦都係排咗個1檔起步。咁啊比上一次咧亦都孭輕咗成10磅咁多㗎。咁所以咧就搏下呢匹馬好過啦嚇。咁啊4.7倍1.7位置。咁過嚟睇翻呢隻馬，東來欣賞近2次咧谷草1000咧，咁佢都跑得唔差㗎。咁啊上一場夜馬咧就犀利啦嚇，咁啊唔使講㗎啦，咁咪131磅贏，咁啊就最後800米咧22秒68、23秒33，咁佢自己做個時間咧就係1分09秒73啊，比標準時間快咗1線多少少，咁即係證明個場地咧都唔會十分偏快㗎嚇，咁啊即係呢個積咧亦都可以參考下。咁啊前一場咧就慢步速啦，咁啊翻嚟咧就跑到第4嘅嚇，咁啊就你見佢咧頭2段都偏慢嘅，24秒06、23秒13，咁啊 last 整個22秒69㗎，爆一段上嚟，咁啊就跑到第4。咁啊上一場收復失地，今次咧就由131磅咧變咗121磅咧，還10磅。如果隻馬冇乜點走樣嘅話咧嚇，咁啊照計咧就相隔10零日1-2個禮拜左右啦嚇，希望隻馬即係頂得順啊咁，但係個磅又冇乜點跌到嘅體重啊，咁所以咧期望佢應該仲可以 keep 得到。咁啊呢場嘅形勢咧，我覺得都幾好跑㗎。頭先都講啦，咁啊有啲馬喺前面放，佢守住喺內欄一步不蝕。咁啊近期周俊樂咧都係強勢㗎嚇，咁啊我覺得佢即係今年咧都盡量搏表現啦，希望咧就可以上到1哥嘅地位都唔定㗎。
咁所以咧就近期咧都要夾住呢個周俊樂啲馬，加上咧而家好多馬房咧都揾佢騎啊，咁可能咧都幫到手啊，咁所以咧近期啊周俊啲馬咧都不妨大家留意下嚇，咁啊而且拼勁十足，咁啊又騎得嚇，咁啊賠率又唔會好十分好熱嗰啲騎師嚟嘅，咁啊東來欣賞而家係4.7倍位置，咁我覺得繼續要睺住呢隻馬。咁啊，今日推介兩匹馬俾大家參考下啦，買少啲 WinPay 過關嚇。咁第二場咧就潘頓嗰隻銳一，咁另外咧就第六場呢隻7號嘅東來欣賞，咁啊買啲 WinPay 過關嚇2,300。咁今日咧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為止啦。喜歡嘅頻道嘅撳一撳訂閱個掣，喜歡嘅片就俾個 like 我哋，或者幫我哋分享出去。咁啊，你哋嘅支持咧就係我哋鼓勵啊。咁啊，今日就先多謝大家收睇先。